一般香港家庭係好少接觸實木家私嘅，哪怕最貴嘅意大利家私都係用夾板做嘅啫。實木家私對於材質同埋結構嘅要求咧，亦都相當之高嘅。今日我就帶大家參觀下平時好少機會接觸到嘅實木源頭市場。哇！呢度一望無際，擺滿咗各式各樣名貴嘅紅木，好似呢個國標紅木緬甸花梨都要10幾萬㗎，呢啲有樹樓嘅就更加不得了啦。近呢10幾年嚟，紅木嘅價錢真係升咗好幾倍，因為呢啲國標紅木密度特別高，生長嘅年份呢亦都需要好長嘅，所以優質嘅紅木呢越嚟越珍貴，因為買少見少。呢度嘅老細呢，就係行業間鼎鼎有名嘅大哥亮啦！哇！你睇下佢哋普通文員嗰張辦公椅啊，都不得了啦，更何況係佢嗰啲私人珍藏。呢碌海南黃花梨，大家又估下幾多錢？如果有錢嘅話，不妨買翻幾碌木喺屋企，第日隨時發達㗎。